你敢有食早顿的习惯？你介意食什么款的早顿？馒头、包仔、卵饼，也是烧滚滚的饭圆。这拢是伫咧都市定定会当看到的早顿。若是去甲田庄，当地人食的早顿百款，有的是正澎湃，互你想都想袂到。阮平常时啊来菜市啊有啊，大概拢来遐食。平常时就食三明治或是饭团。我普通时啊拢是食肉羹啊、水煎包啊，搁有包啊、馒头啊、油炸粿。除了在地风格早顿，有人偏偏啊，就是爱食西洋款的早顿。一杯咖啡配一碟香，简单就好。毋过嘛有人是介意食甲正青草。我有听过，南部人较习惯食有肉汤，毋过我较无习惯，所以我拢早顿拢食即款的西餐的。搁有我上课的时阵，因为要赶时间，然后两饼伊的速度较紧，我就要摕食就走啊。无讲可能毋知影，咱掠准正普通、正素常，敢若卖早顿的店面，其实伫全世界是正罕见的。这是因为台湾人特别注重早顿，还是其中有咱毋知影的特别原因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咱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做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不过咱做人唔通见光讲过去，爱上班的迄天早顿就是我的安慰。你平常时啊，你敢有食早顿习惯呢？也若你平常时啊，你的早顿是食什么款的物件？是互你食了感觉讲会真饱，还是讲你食早顿注重是伫咧食卡呢？今日来讨论到这早顿这个文化，邀请到两位来行人来到现场跟咱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彰化在地导览人员曲明宪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曲明宪。第二位要邀请的又就是料理台湾的作者王婉玉，王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婉玉。一开始想要请教两位老师哦，老师你是对彰化来的，也那王老师你是对台南来的哦，也那我是住伫北部北中南，今是无共款，要来讨论到这个早顿的议题吼。先一开始先请教就是曲老师，你平常时啊，恁彰化人啊，恁早顿拢食什么物件？食烤肉饭啊。哈？这透早就食到饭咸的。当然啊，一定的啊，你爱食肉食饭，安尼才有气力嘛，对无？嘿，对对。啊，今仔要来台北，要来出差，要来做工课，当然是要有气力。哦，所以你今仔透早嘛是食烤肉饭。食烤肉饭，安尼我较正较落差的，我透早食香鸡堡。呀，你王老师你咧？我早顿食吐司甲猪排肉。哦，其实安尼嘛是真丰富呢。对，大冰奶。哦，大冰奶哦，即讲到迄个大杯迄个冰的迄个牛奶茶吼，奶茶其实迄是咱今日要讨论一个上较重要的一个灵魂角色，就是大冰奶啦吼。因为安尼听讲，王老师你家己恁兜嘛是伫开早顿店的是？嘿，阮兜阮妈妈是咧开饭圆档。哦。所以就是拢都知影讲哦，早顿店嘛是饭圆档，伊是安那生产的。哦，是讲诶，饭圆会当讲是咱生活当中早顿店嘛，不管伊会当做中昼顿啊，也是讲早顿啊，其实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吼。特别伊外口有迄个准备啊，也不离个吼，其实咱今仔规桌顶满只拢是咱台湾吼，会当看到迄个食早顿这款形态啦吼。也我先一开始请教王老师好啊，就是讲像我因过我细汉时阵看我的外公外妈吼，因食饭。早起拢是食规道，有当时食饭，有当时食无。好，我哋听讲食无，吼，就等于讲伊迄个物件就是无啦，也是讲一个饭，吼，食这两项。啊，因为伊有人讲哦，因为因是做餐人，吼，做事人爱需要劳动，爱有气力啦。也安尼，我想要搁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吼，除了咱台湾人有食饭以外，真侪人吼，伫迄个豆奶店，其实算豆奶店啦，其实是算是讲较早期的迄款早顿店，啊内面有卖即个烧饼、油车粿，啊这烧饼、油车粿伊可能是米粉类的物件，啊这米粉类其实米粉这款物件，台湾是本地是无的，究竟是啥物时阵出现这物件？
其实伫农业时代时阵，台人会食米线、面食来做点心，啊是到迄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了，有外省的族群因会去思念家己故乡的食物，啊来交上海啊，还是山东啊，还是北京遐的人，做伙开一间豆面档，啊因就是卖因家己身份就是身份。遐足介意的食物，比如讲馒头、烧饼，所以讲会有一个担有做者新婚来的食物啊，就是迄就是上届较早豆面店的开始，嘿，啊嘛是迄个时阵美国啊，佮有联合国，因为做者米粉援助咱嘛，啊咱就开始培养家己迄个米食的习惯，嘿，本地米食是可能是点心，啊毋过到最后就是变做咱的正餐，咱三顿。会使食米线，啊嘛是惯食馒头、食烧饼这种物件，就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其实咱的政府有去针对着咱民众食物件，迄个饮食迄款习惯的调查，其实咱台湾人食米的迄款量，其实一直在减少，因为比如讲吼，咱会当食的物件种类太侪啊，吼，比如像饼仔便利商店，伊卖迄个鲜豆子吼，啊有卖胖吼，啊会当就是讲有配合个。就是啉无共款的这饮料，安尼倒起来嘛，食做一顿啦吼。啊，当然啦，就是除了有这个中国入来吼，就是比如讲烧饼啦，有车粿这物件，包啊馒头以外呢，其实上较定像我今仔早起吼，就是食迄个香鸡堡啦，就是迄个蛤蟆干嘛，就是迄个咱比如讲熟胖啦，还是讲一般咱讲的迄个蛤蟆甲迄款胖去夹肉啦，内面佫放一寡迄个蔬菜菜色啦、卡马豆啦，葱头切切的，遐种青，好像青。啊，甲迄肉夹做伙，啊，即个讲，这是看起来做成台湾式的，但是实际上伊是受到西洋式的影响，还是当时是受到这个西洋式影响会较济啊。就是迄个时阵应该是1980年，就是1980年、1970年，迄个时阵西方引入来一种物件叫做麦仔片，毋知大家人应该拢有食过的是麦仔片啊，冲迄个冰冰凉凉的牛奶，啊，就变成讲，迄个麦仔片伊内底其实有做者矿物质啊，有做者营养素，啊，你食迄，你就啉迄一杯牛奶加麦仔片，你就会补充做者营养。迄个时阵就是做定有即种。广告拍吧，嘿，对啊，因为迄个时阵大人开始上班无闲啊，啊，就是需要去通勤去别个所在去上班，所以就还有即种早顿爱较紧啉落去，啊，来得去上班的即种方式的食物，啊，过来就是讲，啊，毋过就是足奇怪的是，即个物件到即马其实足少人有惯势咧食。麦仔片加牛奶，嘿，大概人嘛是无法度，台湾人其实嘛无法度放肆因食烧的习惯。对，因为我就是透早，就是其实讲对啊，王老师讲就是讲迄个麦仔片啊，是我细汉时就讲有一个什么抓鸭肉无，安尼切倒出来，倒喺迄款冰的牛奶内面哦。细汉毋感觉讲吼，食这足歹，咁讲哦，这是外国囡仔在食这哦，大家拢想要模仿伊啊。实际上我甲食过，透早食冰牛奶对胃肠我是个人啊。是无爽快，啊，佮其实迄个拄啊倒落去定定，吼，其实就是敢若一困起来，就是讲你喙齿啊，佮伫生冷的时阵吼，佮伫神的时阵，特别食这冰的，要佮食这定定的吼，所以其实我这个习惯是无法度培养起来啦，吼。呀，安尼想要继续请教，啊，就像迄个汉堡这类的咧，西洋式的早顿店开始入来啊，迄个时阵就是伫1981年还是83年的时候，就是有迄个。美而美、美之城，拢讲因是头一间西洋式的早顿店，嘿就是讲法足济啊，因拢讲家己是头一间，啊，毋过就是迄个时阵就开始有像麦当劳迄种新山方式的这种店开始出来，啊，开始培养大家人食汉堡、食食胖习惯，嘿，啊，就是对迄个时阵开始有这种早顿店的一种算是。种店，一种会当卖早顿的店开始出来啊，嘿，对。啊，其实咱台湾早顿店吼，会当讲卖物件实在是太济啊，讲啥物物件拢会当做，而且会当客制化、特制，吼，特制。呀，当然啦，我想要来继续请教就是曲老师啊，恁彰化人除了食空肉饭以外，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到彰化迄个所在啊，我就是有看到。路头路要足济蛤蟆面，蛤蟆面为什么是伫咧彰化市特别济啊？哦，蛤蟆面是安尼吼，阮彰化算讲伊海线，主持足济蛤蟆，阮彰化市以前是足济板岛师傅，
所以吼，阮的汤头内底足爱用蛤蟆，因为无料足济嘛，佮新鲜。啊，蛤蟆面有一个特色哦，阮中华人食物件拢爱处理甲足功夫的。所以你去食蛤蟆面，你就发现一个代志，就是伊无壳。对，所以一开始伊爱用大骨，甲蛤蟆就去控汤，控料甲煮面，煮面了面顶佫有一层的蛤蟆肉，是蛤蟆肉，毋是蛤蟆壳哦。你知影咱大家去啊？所以其实咱中华一个特色，因为咱中华食的物件吼，咱算讲足麻烦的，就控肉嘛是啦吼，啊佫有菜面，中华人嘛爱食菜面，早顿爱食菜面，这拢是阮中华的料理。哦，原来是啊。对，啊，阮佫有鸡羹的。对，为什么啊？这鸡羹嘛是板凳料理内底一项物件。底啊一节啊。对，啊伊的料足济哦吼，伊的料足济，就是讲咱咧处理这物件的时阵啊，其实中华迄个什么小食蛋，为透早甲下暗拢有鸡羹通食，佮有素食的鸡羹。对。啊，阮嘛是猪嘛，因为伊迄个鸡羹外口迄层，就是用猪落去猪的迄个肠仔落去，对，无落去做的。所以阮的猪，阮整个中华食猪这个习惯吼，算讲足济，所以伊规身躯拢会使用啊。啊，所以这就变讲阮的习惯了。对。呀，安尼当然啦，去早顿店吼，就是拢当然啦，迄个早顿有较特殊的文化。我想要请教曲老师啊，你捌去到早顿店的时阵，捌头家娘甲你问讲，帅哥，你今日要食啥无？我甲你讲，帅哥一定为3岁叫到30岁拢叫帅哥，叫到50岁嘛叫帅哥啊，对啊。啊，即摆譬如讲有当时啊，阮咧做导览老师啊，阮就经过，啊就讲啊老师食早顿，对，伊会看你的身份，伊毋是甲你讲叫你帅哥尔，伊看你的身份，啊，过来就讲是毋是甲顶届共款？哦，伊问你讲啊顶届共款哦，共款要食这吼，类似安尼对无？啊，比如讲我因为大家就客制化嘛，我有介意食的物件，譬如讲我若食迄个三明治吐司这的物件，我就无爱酱，我无爱酱，但是我爱较侪生菜，啊，伊得帮我特制安尼。哦，原来是安尼。我其实是无爱互叫帅哥，我介意互叫做弟弟啦。人讲弟弟你今要食啥？妹妹你今要食啥对无？甲勇气较好啦，对。要要来请教王老师啊，就是讲助理这个做研究啊，做迄个咱早顿店内边有一项哦，都市传说叫做大冰奶。听讲吼，这个冰的迄个能茶吼，就是讲透早若是食这呢，会通的迄个通胃肠啦。究竟是啥物款原因？伊其实有做者原因主要有3种啦。吼，第一个就是冰角，冰角若有做者细菌，就是会走变数。啊，第二个就是内底会迄个决明子、冠名剂，古早味的红茶拢会放这种物件，啊，迄个物件嘛是会高走变数，较冷。啊，第3项就是迄个，其实咱台湾人其实袂使习惯啉牛奶，因为你若内底放牛奶，其实就是咱有迄个乳糖不耐症，所以若啉牛奶牛奶的物件，伊就会走变数。所以主要就是大家人讲这都市传说，其实就是讲这个大冰奶伊就是有这3项原因，才造成咱家己走棒。对。啊，事实上啊，其实是透早食这冰的冷的物件吼，有的人其实胃肠就是较袂爽快，就亲像我就是无习惯一个透早时阵就啉冰牛奶这款物件。不过讲到咱台湾这个早顿店，虽然一间细间啊，伫路头路尾，我定定在想一个问题哦，这早顿店开甲满世界，为什么拢袂倒咧？甚至我有一个上界大的愿望，就是这个工课我无爱做，我要做早顿店头家。这其中有啥物款的美角，致使我落尾放弃咧？咱小歇困一个，较定继续来讲。我头拄才有讲到，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开早顿店，甚至我有去请一个足够算的老师甲我算过哦。伊讲我无适合做生意啦吼，所以我就听讲迄个早顿店，若是5点爱起床，毋是5点爱开店，吼，所以你搁较早过来爱起来传了。我刚才听到可能3、4点开始做，我就规个放弃啊，规个放弃啊啦，吼，都爬袂起来啦。当然啦，今仔日请到2位来宾啊，请曲老师先讲啊，好啊。除了中华以外，中部地区还有其他什么款的早顿啊？阮中部吼，
台中大概可能较熟悉，就是讲台中人食面，食面，透早食面，大面啊，伊会用迄东泉辣椒，你知无？哦，我知。嘿，伊介意食济，啊，佮有大面筋，大面筋，其实伊嘛是面啦，只是讲伊煮甲软，啊牵筋安尼，啊，佮有大面嘛是有足侪人去食的，啊，佮有我想看，佮有饭丸嘛，足侪人去食。饭丸，阮伫个中部差不多伫个河滨以南嘛，足侪人透早起来食，拢食迄个饭丸。饭丸。对。顺续来请教，就是厝里咧卖饭丸的王老师啊，因为你住伫台南嘛，台南人早顿拢食啥？嘛做这样会食锅烧意面，一定爱食锅烧意面，啊，佮有饭丸嘛做这样咧食，啊，佮有咸糜，啊无是沙巴鱼糜，就是做人透早拢会卖糜，比如高丽菜糜啊，竹笋糜啊，沙巴鱼糜，这拢是我家己嘛都爱食的物件，对。个阮英国透早就有一间足有名叫做阿波苏式的店吼，就是迄就是咧英国。啊，事实上其实我透早吼，我细汉的时候，我早起就是食迄款葱仔饼，但是迄就是规地煎的迄款用切的迄个葱仔饼，一定爱加卵吼，一定爱加卵安尼吼。啊，当然啦，像我台湾四界走透透了，我知影讲哦，比如讲嘉南地区啦，因为早起有食迄个扁食汤，吼有食迄个葱仔饼。啊，来到就是比如讲南部地区吼。我去到嘉义溪口，有人食迄个沙目鱼做的迄个鱼卤饭，吼沙目鱼丸，沙目鱼做鱼卤饭，啊，搁伫咧嘉义新港，我一个朋友因兜就是咧卖煎粿，吼，踮咧北港嘛有就是煎盘粿，吼，就是一般咱就是讲咱的迄咸粿啦，吼，啊顶头放一粒卵，啊，搁南卤，啊，迄南卤迄就是大肠的迄个卤汁，吼，大肠迄个卤汁。啊，其实实际上今仔在咱的规岛顶啊，会当看到，比如讲对王老师迄边的，就是这就是烧饼、油车粿，啊，搁再来这就是乌糖的迄个馒头，啊，搁包啊，啊，一个迄个包啊的隔壁这碗是啥？花花。这碗。哦，咸的，这唔是咸味，这碗应该是咸豆奶，咸豆奶，对啊。其实我先开始看的时阵，我甲当做是迄个吹卵汤，哦，你敢知吹卵汤台有伫食啊？有。高雄有吹卵汤，对，高雄有吹卵汤吼。啊，搁再来伫咧油车粿边啊，迄就是菜头粿，菜头粿啦吼。啊，像我讲的迄个。婚林地区、嘉义地区，伊是用煎粿，有人叫做煎盘粿吼。啊，搁再来头前迄个就是凉面啦，凉面吼。其实我要买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其实我老爸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吼，合作社有这个物件吼。啊，我后来就是我录影的迄个前一天啊，我就是咧网络，就讲万项代志问面册嘛，所以这侪网友来回应讲哦，其实迄个凉面啊，一定爱买某一间啊，而且爱买这款透明的塑胶壳啊，伊迄个有无鸡仔年串签爱放伫伊迄个正边的顶关角，迄个三角形的爱认明这个形体，这是因心目中的凉面，就是生日型的啦吼。啊，当然这边啊，这再来这就是控肉饭，啊，这是人参包。啊边啊，真啊，这碗迄就是米苔目，台东的米苔目吼，顶头有迄个茶鱼丝，也在迄个米苔目的头前，这就是饭丸吼，饭丸了，这就是边啊，这就是葱仔饼，迄就是葱仔饼吼，就是家人的特色。那落尾呢，这就是这两杯米奶、豆奶、奶茶、红茶，啊，这是上接看到的吼，讲这是。米色的啦，哈，米色的就是生油色的啦。啊，当然这就是巧克力厚片嘛，这就是无专业才会安尼食。专业的是爱一半是土豆，一半是巧克力的，对吧？对，我拢爱甲特别敲电话甲头家讲，我先来注文，因为这要喊5分钟，所以先敲电话。吼，对。安尼要来请教曲老师啊，你今仔日甲这控肉饭炸来，听讲食这部位啊，是去到中华一定爱点这几个部位。无唔对，因为大家去吼，咱刚刚讲我要去做一间控肉饭来食嘛，啊，你咪在讲我要一碗控肉饭对吧？啊，其实控肉饭伊的部位足济，啊，其实伊个无同款的人介意食无同款的所在，其实你唔知嘛，一般人去你哪会知？所以你讲啊，等伤甜还是伤高还是伤油无同款嘛？比如讲，像你可能爱食较油的吼，我爱食较瘦的，啊，大家人口味同款，所以我就分一个部位甲恁介绍吼，这大部分是安尼啦吼。第一，咱这个口味啊，这个就是一般就是你看肥肉、瘦肉差不多，哦啊差一个签啊，对不？这是一般，啊过来这就是壳啊，
壳啊，壳你感觉伊的皮足厚的无？那是猪脚壳的。哎，伊个挖喙壳食吼，挖骹壳食，迄个叫做壳啊。再来这个叫做里沿，里沿吼，伊是较接片的肉，所以伊的肉吼真嫩，啊伊的皮吼真薄。哦，所以即较伊个你也较爱食冷肉，你就拣这块。里沿，这块叫做山肉，但是这个山肉是大骨头的，你有捌食过骨拉肉汤嘛？吼，伊边啊迄肉就好食，啊伊咧卖茶哦，做了真好。啊，这个吼隐藏版的菜单，这叫做卡筋嫩嫩 QQ， 啊伊个肉食的味道拢伫内底，所以卡筋有做说有卡筋饭嘛？你有听过无？唔知，冇听过吼。我听过卡尾饭。卡筋歹势嘛？讲话人歹势歹势。对，卡筋。啊，有一个店伊会甲卡筋外口个包猪皮，哦，真好食。哦。啊，这是大部分阮伫咧中华的担面顶有的部位，但是安尼，伊拢袂熟悉的人。因为熟悉人该会点嘛。我讲啊，我要一块什么壳啊，要一块里沿。啊，你一般人你去哪会知影这？但是你也听过我讲，你去个店伊就讲哦，这内行的对。对。所以就是专门就是要去拣好食，就来讲这对内行话啦，对啦。哦，哎，真酷老师教咱真巧呢，要食这讲这内行话，头家再传出就是上厉害物件对。啊，其实要来请教着咱王老师，像这间啊台湾款豆奶店，我绝对袂去啦。为什么？这因为吼，这个看板顶头写竟然无两饼呢。啊，其实咱台湾人吼，食这早顿店食两饼，会当讲是食足香的，包含咱搁美食啊有讲着吼。啊，咱美食嘛有看着讲，其实迄两道迄个煎台顶头一块安尼合入去。啊，搁一种叫做粉浆蛋饼啊，就是米粉水吼，变做是米粉粿安尼。啊，搁再来，搁即马搁一款叫做河粉，跟咱粿仔条。因为什么台湾这个两饼有这款的演变方式啊？其实就是讲两饼这个物件最奇怪的是，伊西洋式、中式拢有这个物件两饼。啊，伊头阵咱主持人讲的迄个两饼有分做一种无共款的米粉掺粉浆来做，就是因为讲一开始讲到迄两饼皮，也用两压卡起哩，迄就是迄个食品工业化的时阵，就是大概人像讲爱开店的，咱较紧做两饼啊，个分段里遐敲米粉搁水，所以就用这很便的这种两饼皮来卖安尼。啊，搁有另外一种就是家己强调家己的特色，就是爱手工的，伊的米粉浆是家己敲的，所以伊就会用蜡的。啊，搁即马就是大家人，就是最奇怪有种现象，就是感觉河粉较健康，口感较 Q， 敢若无讲遮像米粉安尼遮高、遮厚实的种口感，伊就会选择河粉的粉浆来做的两饼。嘿，就是有这三项，嘛是有算做时代无共安尼去演变的两饼的历史。对。啊，其实事实上讲到迄个两饼，其实早顿店嘛会当家己客制化吼，讲迄个两饼内面你要包啥啦吼，比如讲要包迄个汉姆啦，要包肉酥啦，要包迄个葱啊，迄个罐头啦，什么啊番麦啦，什么全部咱家己包入去吼。啊，其实事实上包含即款讲，即马有的人讲要食健康吼，不讲迄个敢若就是这个什么，迄个低碳水的讲低碳水吼，啊，所以就用迄个叫做豆皮，豆皮代替就是迄个两饼皮啦吼。啊，当然对啊，王老师讲到就是讲，咱进入到一个快速加工的一个大量生产的一个过程，其实真济大卖场吼，迄个冷冻柜拢卖什么卡好葱油饼啊，就是讲提倡就是遐妈妈啦，其实会当买这物件，当去煎好这个囡仔食，吼，当去煎好这个囡仔食啦。也不过呢，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教王老师啊吼，就是讲真济人有一个迷思就讲，台北人吼，台北地区的人吼，因早顿拢食胖，若中南部拢是食一寡饭啦、面啦，食较饱的物件，敢真正是安尼咧？我是感觉这是一种，就是职业无共，职业的比例无共，较会有的一种刻板印象。无阮兜虽然讲阮兜是咧卖饭圆，啊，毋过我家己食物件嘛是较介意食食胖，系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无共款的印象就是安尼，嘿，啊，搁有就是台北人拢足介意食
面包，嘿，其实台南嘛是做这样咧食面包啊。其实我家己较介意，嘛是做印象的，就是阮兜拢会逐礼拜咧卖菜的时阵，先买芳，买菜的时阵是先买芳起来放，因为安尼就会当拜一的时阵就会当直接食着遐个芳了，毋免搁去买啥，还是煮啥。所以我感觉这个讲法是无毋对，是毋对的。对，事实上，你可去看迄个台北迄个所在吼，就是捷运站一个叫大桥头迄个所在。其实店遐个附近啊，其实遐真侪传统的店家吼，有真侪拢是卖迄款，比如讲肉粽，吼比如讲卖迄个米糕，吼，其实迄拢是米类去做的啦。那有人是讲哦，因为迄个所在因过拢是一寡就是，比如讲做工的人啊，还是讲做临时工业伫遐叫遮的人哦来甲伊做工课，所以必须伊爱食迄物件才会食会饱吼。所以来讲，就是讲以来地区来区分讲送食啥吼，其实迄是无一个较大方向来讲，毋是完全正确一款方式啊。只是讲迄个所在，因可能是受到啥物款的文化影响，因才较容易去食遐的物件吼，较容易去食遐的物件吼。我想要个请教就是曲老师啊，就讲除了伫咧中华吼有肉丸，吼，恁早起敢会食肉丸？较少对无？较少嘿，因为我感觉中华人吼嘛是较爱食饭加面类的物件。因为咱中华的迄个补膳更足侪嘛，肉啦、鸡肉、猪肉，啥物拢有，所以拢做新鲜的透早就开始有这肉类的入来，所以食这个物件较接啦，嘿，较接咧食。安尼中华过一个名产叫做鸟鼠仔面，鸟鼠仔面，早起敢会食迄个？鸟鼠仔面其实伊算面类的其中一种，因为咱刚才讲有菜面，有大面。但是阮大面唔是切仔面，是叫做辣仔面。辣仔面就是伊是用吹，就是面伊下口有一个鼎，迄个瓦斯会烧，伊压力压扭的，所以伊做弹性的，用辣的。所以你咱手用辣的，伊叫辣仔面。辣仔面吼，就掺迄个卤汁甲葱，安尼。个肉片，个肉片，过来就是你过来讲迄种迄个苗翅仔面的形式。鸟翅仔面的形式，伊就是较像咱一般的油面，还是阳春面的形式。嘿，对。原来是。面类嘛是阮的早顿。那讲到迄个早顿的故事，会当讲袂煞，就亲像查甫人当着要讲做兵的代志，赶快会当讲足久的吼。也毋过讲这个早顿店有啥物款趣味的代志呢？咱先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不过有各种的族群，甲各种无同的生活习惯。若是为台湾头食到台湾尾，就当食到各地无同款的早顿。是安怎？伫家人早起就食油葱饼配偏食汤，伫台中透早就会食炒面配猪血汤。是安怎中华的人早顿会食澎湃控肉饭？是安怎做餐人真济台南早顿会去食牛肉汤呢？甚至伫个屏东，佫有讲无食肉丸就无算食过早顿。迄阵有捌来问过啦，讲啊奇怪，哪遐侪人透早安尼啉素心汤烧的啦，食肉丸烧的啦，因遮哪有遐早来去食济啊？伊甲我讲无有人要做事啦，有个人去要啥物诶做暗时爱做煞来食，就无爱食伤饱但是佫惊讲腹肚无饱，所以讲因讲这拄啊好，会使地位。等下要做事嘞，就有加减有配啦，通好做，安尼的话，咱搁来中昼，做事煞中昼，还是讲搁困起来，搁会使安尼搁食一个较粗饱的迄种方式。所以讲，做侪人屏东因的食法就是食肉丸、食汤，就是这个原因。伫台湾各地，抑阁有偌济咱毋知影的传统在地早顿咧。若是问台湾人早顿爱食啥物，100个人就会提供101种的答案。伫台湾，无共地头就有无共特色的早顿，这嘛是属于咱特别佮趣味的台湾款。
讲到食，大家是蒸破遐；讲到做是烧菜甲烧糕。讲到这食物件的文化，其实是真重要。所以有真侪网红网青伫因的 IG 顶头，拢会曝光吼，今仔日来到某一个市场，来到倒一个所在，有啥物款的好食米。也在今仔日呢，阮有准备着迄个美食地图吼，大家上较要紧的就是美食地图啦。啥物物件拢要甲美食挂做伙安尼，才有一个就是讲吸引大家注意力。先来看中华好啊，然后老师啊，就是讲其实咱所看到，其实这个所在啊，你看面的物件真太多啊，对个面的物件足多吼。其实老师拄仔有讲到一个叫做菜米类的物件，对，因为我只有看到一个迄个菜米豆包汤。哦，我其实我印象中我去鹿港啊，食到一间最好食迄个豆包汤，啊，搁伊迄个素食面，吼，真太厉害啊啦吼。啊，当然啊，就是鹿港还搁一个就是迄个米线糕，米线糕吼。啊，讲到迄个素食的部分啊，我想要请教曲老师来讲，为什么中华素食遐济，特别是伫咧河边迄个所在哦，有够济规家拢咧卖素食的，为什么啊？咱中华这个所在吼。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就是地形吼，24点钟拢食有菜面。真的哦，真的，你讲足夸张啊！你是足爱食菜面对啊！我大概讲一个故事啦吼，咱中华这个所在以前啊，中华馆啦吼，有足侪什么所在呢？足侪菜场。哦，菜场，大概咧拜拜所在，信用真侪。啊，咱中华吼足侪板凳师傅，伊是买啊吼，伊的手艺足好的嘛，伊本来是做车的，伊改做菜面，改做菜面了后呢，伊为着吼变化，互大家会使无共款人爱食无共款物件，所以开始甲板凳料理的技术引就去做菜面。所以菜面咱大家看，一般来讲，感觉是面尔对无？其实伊有做者汤底，有什锦的，有药膳，有做板凳料，伊个有啥物？你拄仔讲的豆包汤嘛对无？啊，佮有迄个做肉粽、素粽，素的迄个菜迄个肉丸，啊，佮有佛跳墙，当迄个跳墙当啊，啥物拢有就对啊啦。所以伊其实20点钟时拢食会到。啊，咱伫咧河米啊，河米的菜面加啥物？敢知？河米的菜面加啥物？番茄酱。哦，是哦，我冇食过。你冇只试过吼？对，大家用的个同款哦。所以若有机会吼，爱食菜的人吼来中华食菜面，你讲哇，另外一个世界。对，因为我有发现讲吼，就是我有去河边找过一个老师，即个沿路真正都是足侪迄款素食的迄个料理。对，啊，嘛是透早开始食。对，为透早开始食吼，所以其实会咱看到吼，迄其为透早开始食就真侪面类的这物件。那除了就是控肉饭真重要以外，佮另外一个，这就是食脆。对，这叫做炖卤。炖卤的概念是啥物呢？就是板凳料理内底吼，咱咧做汤的时阵啊，拢一碗一碗做，一碗一碗做了，放喺人绳内底去吹。好啊，所以咱足侪店吼，伊拢安尼一碗一碗的汤，啊，伊就用家己的技术。比如讲，我都讲中华猪真济嘛，咱才有食小猪猪只吼，猪真济，所以就是拄则讲着。脑脆嘛，足济，所以摕来做汤。这高级的咧，其他所在佫食无，因为内底是加啥物了，伊就是卵、豆腐甲脑脆就去做，所以做绵密的，知无？做面的食得足好的。啊，汤底佮用中药，所以你也是寒天的时阵啊，起来食脑脆汤。对，因为其实我细汉的时阵食的迄个脑脆汤是板凳菜，因为我外公是中破塞，所以我就知讲，其实脑脆汤其实伊就是伫迄个板凳菜内面算是一路菜啦。所以其实像老师所讲的，就是真侪中破塞落尾来再开家己开店嘛，时阵将因的迄个煮食习惯吼，早入到民间吼，来一般说生活当中啦吼。对，呀，咱中华吼，先简单看出来，看后一张来看恁台南的吼来。我一开始先看到就是最近迄个新闻有真这个吼，就是迄个这算是咸糜啊，只是讲伊顶头加一块沙白鱼肚，吼，沙白鱼肚即马迄一瓶一袋买起来应该爱200-300块哦。因为即马沙白鱼起价起足济，所以呢，变成讲，这就是变成沙白鱼的咸糜是沙白鱼糜，伊的价钱嘛，拢愈来愈悬啊，变成新闻的主题安尼。对，啊，佮看到这是咸水薏米，咸水薏米。台南的北部做者薏米的，像咸水薏米，佮有像新营遐有足介意食豆菜面，我家己嘛足介意食豆菜面。豆菜面，迄就是豆油豆菜，
有薏米安尼，啊其实就是足简单的，简单就是美味，就是在讲豆菜米啊。对，因为我有迄个台南的迄个同事，因甲豆菜米叫做大米，对，应该叫做大米安尼。安尼我想要继续请教王老师来讲吼，因为拄则有讲到迄个咸水薏米，啊，搁一个豆菜米，是毋是台南啊，搁一种用甜的薏米啊？嘿，就是咱讲的锅烧意面，其实就是用甜的薏米，佮有伊的伊家己店内底家己熬的迄个汤头，啊，就是其实嘛是足简单的料肉菜，啊，就变成锅烧意面安尼。啊，其实咱国中的时阵，国中的学生因为青春期嘛是足够枵，所以我的学长学姊其实足够食锅烧意面种物件，啊，早顿店内底嘛会卖锅烧意面安尼。对。啊，另外再个画的一个是碗粿有无？迄个台南麻豆碗粿，对，麻豆碗粿。恁台南早起敢会食迄款浮水鱼羹啊？嘛是有人会食浮水鱼羹，啊，毋过迄就是因的店，其实营业时间足长的，所以无限定讲是。当时会食浮水鱼羹，啊嘛有人早顿会食浮水鱼羹安尼。哦，所以其实是踮咧台南，就是免惊会去枵着了，对啊。对，因为最早起就有店开始咧营业啊，到下晡到暗时安尼。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是行到每一个地头的菜市啊，吼，咱若是家行入去了，有的所在是卖菜，有的所在卖肉，另外一部分呢吼，就是卖一寡才会食的物件吼。所以我定定问我妈妈讲，你早顿伫啥？讲我伫菜市啊已经食饱啊。讲原来菜市啊有真侪好料拢伫遐。嘿，对，好，来看后一张啊，真正歹势要代表就是台北人甲大家回失礼啦，吼，因为麦当劳拢画伫顶头啊，吼，对吼。对，也不过讲，其实吼，就是讲，其实咱们台北食的迄个物件，其实嘛是一个真趣味款形态啊吼。比如讲，亲像迄个青州小菜吼，有的是宵夜伫咧卖，吼，其实即马真侪所在是宵夜伫咧卖吼。啊，是毋是甲台北人的习惯是有关系？我感觉无的确是有影啊，就是讲吼，台北人讲是一个不夜城，有的人是甲佚佗甲真暗时阵吼，去刷摊来去食即个青州小菜啦。啊，当然伊嘛是一种咱会早顿即部分吼。啊，搁再来就是讲比如讲亲像迄个。烧饼吼，伫迄个台北的善导是有一间真有名，叫做富航豆浆。迄一透早就爱5、6点的时阵，就爱去排队去买迄个烧饼吼。啊，搁再来就是讲哇，这个其实台北就足济就是便利商店吼，伫咧12路口吼，可能迄个街仔路的迄个对象吼，拢有迄个便利商店。啊，便利商店就提供互咱现代人无用吼，买一个迄个简单的饭圆啊，买一个简单的胖的，当去赶紧去上班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我拄仔讲的路头路尾上介济就是早顿店啊，早顿店拢袂倒哦，足奇怪哦，而且都足侪间的哦，可能几6间小连锁拢排做伙吼，卖足济，比如讲。铁板面羹汤，吼，这个铁板面羹汤，这嘛是一种足特殊的迄个饮食文化。因为咱所想到的铁板面，应该就是讲，比如讲咱去食牛排，哦边仔有一个迄个面，啊有淋一简单的酱，但是这无迄块牛排，但是有迄个面，所以变做是咱生活当中的迄个早顿，吼。啊，当然啦，就是讲其实台北是一个包容性较大的，所以其实你会当看到所有物件，吼，不管是伫咧传统的，比如讲伫咧庙口会当食到，比如讲像红烧肉啦、肉糜啊，甚至到这西洋式的，比如讲麦当劳的早点啦，也讲便利商店卖这胖，其实拢会当收入到咱的生活当中，也会当符合到无共款的人的需求。哦，啊，当然啦，我想要继续来请教就是王老师啊，你做这个早顿的这个研究啊，你捌看过什么款较特殊的食法无？较特殊的食法哦，我是研究到尾啊，较知影讲有人迄个食谱内底有草莓果酱，搁蓝啥物你们有无？肉酥哈，嘿，有人草莓果酱加肉酥，也是甜咸安尼味，啊，做伙食感觉足好食呢，嘿。哦，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讲，就是伊迄个两块嘛，就是迄个俗胖，就是讲伊迄个顶管。迄个草莓果酱就是抹了后，你搁个压一个迄个肉酥来夹起来对无？对。哦。迄是伫倒位才有食到这款的方式。敢若高雄做这样安尼食，嘿，啊，搁有就是你其实嘛会当就是草莓吐司换做巧克力酱，还有安食，搁有花生酱，或者肉酥就是猪肝，嘿，啊无共酱，嘿。
这是我到研究到尾啊，较知影讲，哦，原来有人安尼食，有人就是追求讲爱甜甜甲咸咸的味，安尼。咸咸甜甜的味啊，老师你咧？阮中华各有一种早顿店，内底除了咱知影的迄西式的以外，各有锅烧意面，各有黑轮，就是关东煮，啊，各有炒饭，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早顿店。一套早就在食乌面食炒饭。对。哇，真正就讲，以前我台北人感觉有点知识，感觉地小有淡薄欠，我就讲为啥一套早会当食这的物件吼？啊，但是你看，阮迄炒饭吼配草莓牛奶。哦，唔是木瓜牛奶哦，不是木瓜牛奶，透早无啉过，你想啉啦？哦，对啊。哦，这特殊的，安尼我应该是爱透早时去拜访你安尼，所以你爱带我去食一下这特殊的物件啦吼。啊，其实啦，每一个人伫因的迄个区域因所食的物件，可能是真无共款。像我细汉的时阵，就捌食过着迄款挂包内面夹迄款西洋式迄款汉堡夹的迄款肉，吼，甚至我透早的时阵，细汉的时阵，若甲我妈妈有去买菜的时阵，恁要看我透早食啥？我透早拢食煎鸡翅。嘿，对啊，其实菜市啊有真侪煎料搭，吼，煎料搭，其实真侪所在拢卖什么煎红烧肉、煎鸡翅啊，我上介意的是煎鱿鱼壳，吼，所以其实事实上每一个人伊在伊的生命记忆当中的伊所食的迄个早顿是无共款的。也讲到即马现代人食即个早顿，伊爱有趣味，也爱食卡，究竟这个卡是虾米款的物件呢？咱先休困一下，卡听继续来讲。讲到这早顿，伊唔若要食饱，也爱食卡。其实是上吼，咱即马台湾有真侪足有特色的迄款早顿店，甚至有迄个早顿店变做是网前专用迄款网美店吼。所以迄个店家那个装潢甲足水的时阵，互你入去食早顿，拢有一种就放轻松啦，感觉讲哦，伫咧这环境内面真水，真有气氛。所以你食早顿的时阵吼，会提升你的心情。也安尼，我要来请教到两位老师啊，先请教曲老师好啊吼。你在这个食早顿的过程当中，你有食过啥物，互你印象最深的早顿？有一届吼，我去泰国旅行的时阵，我一个朋友，泰国朋友，伊讲透早要带我去食早顿。我想讲泰国食早顿，想到可能敢会是食面，还是食因的什么泰国的咸的料理啊？咁要唔是哦，伊就挑倒摆带我去一个市啊，市内底了后，我讲就坐落来，足侪人爱食早顿的啊。阮来排队去摕啥物知无？摕港式饮茶点心啊！去泰国，对，去泰国哦，去遐食港式饮茶点心，啊，甲把你要食这啊，都白摕过来了，啊，佮去领一杯泰式红茶。哦，泰国红茶，你啊，泰国红茶咱台湾较无共款，泰国红茶，啊来食，我安尼正讲一个 A 餐就对啦。伊就讲，因为因迄个泰国吼，因有一寡是中国移民过来，其实因有一寡聚落。啊，这个聚落伊就伫迄个所在，比如讲，这种泰国人，但是中的一个所在是因迄个聚落会食的物件，所以我就讲啊，我感觉足特别，就是讲了解讲原来泰华文化因个有另外一种文化的脉络，就是内底有泰国的物件，嘛有因迄个港式点心的物件伫遐内底，所以迄届我食着我感觉足趣味的，啊嘛足满足，因为我本来佮惊讲咱透早无都食咸的物件，因为咱去泰国惊讲伊。摕遐么难食嘛，到尾食了，我感觉足爽快。所以其实是真特别对。啊，其实事实上像我食早顿啊，我拢会四界去行去黑白食嘛吼。其实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讲，我伫咧嘉义溪口迄个所在吼，我捌食过就是虱目鱼做的。卤肉饭，好，伊迄个咱拢讲肉色嘛，但是伊迄肉色的肉，伊是用虱目鱼肉，吼，所以我透早就是食迄个虱目鱼的迄个肉色饭以外呢，就是配煎的虱目鱼肚，啊，佮啉迄个虱目鱼汤，啊来食做一个早顿安尼吼。啊，所以其实迄对我来讲，迄是一种足大的冲击啊！就是讲吼，我从来是毋捌食过即款物件，因为其实本身其实是无啥爱食鱼啊，吼，所以其实我惊迄个臭味。但事实上，我去到迄个所在了，发现讲遐个在地人拢安尼食，吼，甚至讲吼，就甲当作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吼，在食即款的物件时阵，当我去体验的时阵讲，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一款
款生活体验的真特别啦吼。啊，其实迄物件食起来真好食，所以我感觉迄是一个足特别、足趣味的。啊，当然啊，亲像。我早起就是讲，咱一般早顿店是拢有卖迄个煎的咸粿，亲像阮家己新港的朋友，因兜就是咧卖煎粿，吼，煎粿就是佫有煎一粒卵，啊，佫淋迄个卤汁，上较重要因就是淋迄个大肠肉粿迄个汤，吼，啊，甚至我有看到迄个南部地区有的人是将迄个肉粽，吼，当然啦，台南。有一定爱食菜粽，哦，真侪人就介意讲哦，我一定爱食倒位的菜粽啊，有人讲我一定爱食沙刀乡头前迄间的迄个菜粽啊，甚至我有看过有人甲肉粽摕来煎，吼，煎肉粽，对，迄当然迄就是共款是无共款的迄个早顿的款形态啦，吼。因安尼我想要请教王老师啊，自你用过做研究到今嘛，你认为咱台湾的这款早顿店有啥物款的较大的变化？我感觉其实。大人拢会讲什么美和美之城，迄连锁的早顿店足侪间，啊，毋过其实这几档开始的，慢慢有一寡店就是因可能因为疫情，哦，可能因为本地生意无好，所以就收开。所以本地就是一开始早顿店是愈来愈侪，啊，毋过到这几档、这5档开始就是开始变少，就是因为讲大家人开始。无爱连锁的，伊就是想要家己开一间家己有特色的早顿店，伊就毋免去互伊的品牌绑掉的，伊会当家己去找料，家己去找家己去找杯啊，什么，就是伊家己的迄个资材，会当家己控制安尼，嘿。这是我即马看到的现象，啊，佫有一种就是大家人想讲食遐个连锁的，可能会。就是拢共款啊，一致性、一致化，所以伊就嘛是想要追求讲，敢有家己特色的店会当去消费，会当去买，所以就会变成讲，即几档就有即种变化，变成就是大家人一开始早顿，即个一页出来的时阵，大家人是讲会当较紧的啊，上班的时阵就会当开就走，嘿，即种早顿店就越来越侪，啊，毋过随。就是即马大家人就是追求讲生活品质，啊，个头先主持人讲的啥物网红会去打卡，会去追求气氛，追求伊家己食物对食物家己实在的重视的店，就会开始搁起来啊。这是我的观察。对，呀，即马就是真侪人无爱连锁，想要家己创造家己的品牌。安尼，我请教我一个私人的问题，你老师，你认为讲，若种我家己想要做一间早顿店啊？你认为讲做早顿店伊安怎款了？因为毕竟你是自细汉看到大汉嘛，你总是爱甲我开破一个啊。这个做这个过程，通常爱有偌济准备啊？通常就是你爱找到一个店面，店面足重要，因为地点就是，比如讲大人拢会选学校附近啊，公司附近啊，嘿啊店面啊，俗你该负担得起的店面，啊，搁有就是迄个时阵就是，阮妈妈有找师傅。伊迄时阵有找师傅，啊，看你敢有要去教倒一个师傅学，啊，开请教，啊，其实迄种师傅就是嘛有人就是教伊全部步数的技术全部拢传承互你嘛有可能，嘿啊。即马你若想要加盟迄种连锁的，其实伊拢有 SOP， 你去帮路顶管看到，因其实拢有讲，哦，你爱准备偌济钱，啊，遐个专家来帮你找店面，帮你找迄个食材，啊，佫可以帮你训练，讲，哦，你家的迄个产品拢会晓做，你开当开店，所以因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步数，甲你教的。即摆就是变成讲，你开早顿店是一个做专业化的一件代志。啊，当然你嘛会使家己去想办法去找讲，这物件是这物料是对倒一间公司，你家己找，家己打电话，家己印落来嘛是会使。对，所以其实事实上要开一间店，应该是足无简单，足无简单的啦，真无简单。重点是开早顿店，你较早就爱爬起来，这可能对普通的人是困难上加难啦吼。那当然我来请教就是曲老师啊，因为吼就是讲彰化是一个有底蕴、有文化的所在。那拄则有讲到这个传统的物件，比如讲这比如讲空拍饭啦，吼，这菜面啊，这面的物件，这算是正是传统的物件。也不离个，亲像王老师讲到迄款连锁的吼，还是讲即马足有特色的这早顿店，
来到中华了后，伊敢会甲这个传统的这个店家变成一种竞争，还是一种会当互相合作的一款关系咧？我感觉其实这几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做侪早顿店连锁入来，但是其实嘛拢收甲差不多啊，我是感觉，因为主要是感觉每一个所在，迄个所在，譬如讲，我感觉这种连锁的早顿店，伊较会伫咧学校、病院附近，因为你遐近，对。但是这个传统的店，大部分拢伫咧市场，也是你大住宅区的附近，所以较少是竞争的关系。但是以生活习惯来讲，大家也是较接去食传统的物件。所以一般来讲，连锁你把它中华了后，伊可能会去变化一寡物件。互大家会使口味会使较接近。比如讲，我若是去连锁，我就食铁板面，较近啦。内底就开始为了加什么泡面啦，加什么米入来。互你讲内底你也使食三明治，你嘛使食面，安尼因为你的选择较济，伊就较歪落去。所以恁的遐的迄款连锁迄款早顿店内面，敢会有卖空肉饭？爱方便煮的物件啦，你伊的面会使变化一寡物件咧，比如讲泡面啦、炒面安尼物件出现安尼。对，我想讲我惊一个讲连连嘛要卖空肉饭，安尼真正会足害。因为安尼我想要搁请教一个问题吼，毕竟就是讲时代潮流伫咧改变。这个旧的大头啊，应该咪讲为着要吸引到搁较侪人客，有搁较好的竞争力。就比如讲传统的店家，比如讲卖空肉饭的啦，吼比如讲卖这个面的啦，伊敢咪增加较侪无共款的迄个品项出来啊？有，但是爱看是毋是少年啊接受。因为即摆若是少年啊接受，伊就开始想啊，比如讲肉丸。毋是敢若煎的一种，伊可能就开始加无共款的口味。比如讲，中华即马有迄个麻辣口的肉丸，比如讲肉丸店内底会加卖红茶，这物件，伊去加强伊店内会使搁加出来服务。但是伊若是，比如讲，若是搁是长辈咧做，就较袂。因为比如讲长辈伊感觉讲，我无闲去处理这个代志，我感觉我的老主顾来有通食就好啊。但是那少年伊就去想讲。无共款的人客来，伊有啥物服务会使搁互伊，伊使加食一寡物件，比如讲咱若是像控肉这个物件，伊就是固定这个口味，伊就较袂讲做侪变化，因为大家来就是为着要食滋味嘛。但是咱像肉丸这个店嘛，因为做侪观光客来，伊就去想讲，我会使互观光客食到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是一般来讲就是变化，差不多是安尼变化。对，其实事实上讲到迄个食的物件，对咱来讲是真重要，而且这食的物件会对着时代，或者是讲你来到无共款的所在，会当食到无共款的饮食的这物件以外呢，也会当体验到因在地这款的文化。今日呢邀请到两位来行人到现场开讲遐尼济，讲遮尼济早顿的文化，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呢。这集看煞了后，你明仔载早顿，你敢想好势，你要食啥未？今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跟咱讲较济，非常多谢感恩。讲到迄个台湾的早顿，咱台湾人绝对唔是伫遐自夸，是要食饱又搁要食卡。一间早点档呢有济变化，邀请大家做一个观察家来去遐甲伊详细看。头先也讲过啊，明仔载早顿先想好势，明仔载咱做伙来去食。有完工嘅时间，后礼拜爱请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恩。